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月10號，咁我咧用立春時辰咧喺呢個奇門遁甲盤去預測香港2026年嘅香港運程啦、人民啊、經濟嘅預測嘅。咁香港政府咧就係1997年成立，丁丑年。咁李家超咧係1957年出生嘅，都係丁酉。咁其實都可以用丁光預測香港嘅特區政府啦、李家超啦個運程嘅。咁佢哋兩個都係丁剛啦，咁所以咧喺個盤嚟講咧，丁剛代表佢哋兩個香港李家超。咁丁剛入咗筍宮就係帝王位，即係代表佢哋實力好夠，好出眾嘅其實。咁又見到歐診天琴天瑞星，歐診係執法人員，代表警察、海關或者一啲揸槍揾食嗰啲人啦。咁執法者啦，咁天琴天瑞咧，天琴星係帝王嘅星，咁丁剛本來就入中嘅，咁天琴星都係入中嘅，咁記功喺天瑞星嘅宮位，所以你會見到天琴天瑞星喺一齊。咁呢兩粒星咧都入囚，咁代表咗佢哋個權力都係有困境啦，唔係咁順利嘅運用自己權力，有阻滯嘅。天瑞星啊代表病星，咁可以代表咗香港李家超呢兩位人物啊，都會有誒病態嘅。咁景門咧就代表一啲creative 嘅事業啦，或者旅遊風景嘅行業啦。咁一啲資訊科技界、電影界都代表咗景門嘅。咁景門咧走去筍宮啦，可以代表木生火嘅跡象啦，係好嘅，係佢比較旺嘅。但係入咗筍宮有咁多空象咧，其實對呢個事業嚟講，即係一宗藏空，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文書啊、困擾啊、口舌是非啊，影響到資訊科技界啊，或者 YouTuber 啊，或者網上做呢一個行業嘅人咧，會受到困擾啊。好啦，咁下一步咧，我哋睇一睇人民咧，平民百姓咧，香港平民百姓咧，我哋可以用死門呢個門嚟睇佢哋嘅情況。咁2026年咧，佢入咗去離九宮，離九宮係火啦，火就生死門嘅。咁即係代表咗人民都有實力啦，唔錯喎。其實佢哋基本狀態 OK 嘅，但係佢有見到月加幾呢個象啊，就係叫一期任務唔係咁好啦。呢個組合會空象嚟嘅。咁天柱星同埋朱雀又係玄武。咁其實天柱係代表盜賊、好用鬥嘅人，好用鬥狠啊，攞刀揾食嘅嗰啲人嚟嘅。咁朱雀咧同玄武都係一啲盜賊嘅意思，所以喺呢度嚟講，誒、香港嘅平民百姓今年可能會受到好多威脅啊，不明朗嘅跡象啊，或者受到騙徒好多騙案啊發生。咁另外再睇翻香港經濟啊，可以用樓市啊、股市啊，或者市面上嘅生意啊、零售業啊嚟睇睇啊。咁主要嚟講都係睇下有冇資金啫，或者流動資金強唔強啊。咁其實流動資金我哋用茂江睇啦，咁茂江入咗乾宮位啊，2026年嘅資金入咗乾宮位，咁代表佢哋嘅流動資金比較緊絀啦，入冇啊嘛。咁你想揾錢都好難㗎啦。咁加上佢係對沖香港嘅位啊，咁筍宮位啊，乾宮沖筍宮，咁你都知道啲資金唔會流去香港呢一度㗎啦。咁即係代表可能經濟上嚟講，或者政府嘅資金比較緊絀啊。
另外佢睇翻股市，我有用新聞睇股市，新聞代表交易市場。咁新聞咧入咗去坎宮，係吐核水，坎宮就對住土，吐核水，咁代表喺新聞喺呢個交易市場入邊得唔到高位嚟新佢，所以比較空嘅，其實冇乜實力，空漲。謀到資金係啊，有啊，會新坎宮嘅喺乾宮新坎宮金生水嘅，都有資金流入，但係都好緊張。加上呢個宮位有騰蛇，騰蛇啊代表不高不低，好難捉摸啊。其實係景象。咁天衝咧就一飛沖天咁意思，即係會衝上去嘅。咁衝上去可能受制嘅。咁其實戊土資金新門呢個場比較緊缺啲嘅，咁所以話佢升上3萬點 OK 嘅，咁再升到4萬點比較困難啲，可能到3萬5左右就會停㗎啦。咁都係要留意翻佢有跌市啦，因為都係最終有個騰蛇喺度嘅不利嘅。好啦，咁樓市我哋睇新嘅地皮咧，或者新嘅樓市咧，新樓啊買賣啊，我哋要用死門睇嘅。咁死門入咗離九宮啦，OK 嘅，其實有啲地皮都唔錯喎，新樓市都有質素嘅，但係資金都係入唔到去呢啲樓市入邊，所以佢價格未必會升上去啦。但係有交易啦，OK 嘅交易，有生意做。好啦，咁我哋睇新門咧都可以睇埋二手樓嘅。咁新門係代表二手樓啊，所以資金都會入到去二手樓入邊嘅，OK 嘅。但係價格都唔會點升㗎，都係一般般啦，會有升10%到啦。好啦，咁再可以用香港八字睇一睇香港民生嘅。咁我哋用時柱一柱睇啊，佢係甲子啦，甲子時柱。咁甲江子係地支，咁所以用甲子卯呢個卯江嚟睇民生，就係咁巧啦。佢係卯江入咗任務嘅，又係任務，咁代表點啊？代表我哋香港人都比較困苦啊！喺2026年真係好困苦啊！雖然有個丙戊加丙嘅天龍反手係吉象嚟嘅，都冇用，係吉中有恐。即乎為咗啲管理者啊，或公司啊、地產啊、政府啦，天任星係代表地產商啦，同埋吉星嚟嘅，係一啲要有老細照嘅，有老細教你嘅一個星象嚟嘅，好睇住保護你嘅，所以天任星係吉星嚟嘅。咁幽門係退休啊、懶散啊，或者躺平啊，得過且過啊。乜都唔想理嘅啊，躺平係最好。咁其實我哋喺呢個即係香港人喺2026年都係躺平為主㗎啦，最好啊。咁幽門又多失業率啦，所以比較困苦啲嘅。咁加上呢個宮位同筍宮係對沖嘅，大家都對香港政府好唔滿意㗎啦。但係冇辦法，我哋入咗霧啊，所以冇乜實力可以做到啲乜嘢咧，做唔到乜嘢。咁另外地產商係用啲用星去代表咗地產商一啲零售商，咁佢哋嘅領導階層可能會有啲出名嘅領導階層啦，想退休啦，或者唔想做啊。咁災劫意外都會發生嘅，因為香港入咗去筍宮啦，見到天瑞星，所以大家要留意返，會有病性嘅，會有一啲唔好嘅病出現到，可能流行性感染病、傳染病影響到大家平
平時嘅生活嘅。好啦，今日我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